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人生的路行到清明的时节，安样办戏做得安详又有尊严的离开呢？到民国79年的时节，台湾的安宁照顾之父客家是位总统粉先生哦，伊成立了第一个安宁病房哦，一直到去年的12月22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安宁分服医疗的条例修正案，韩国23年的路途台湾的安宁分服医疗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今日马上来为做介绍另外修法呢，最主要是讲你下只有病人是讲到病症末期冇办法过以后的时间呢，经过2个专科医生，韩国嗰種一個家屬嘅同意，是在拆除嘅衛生內統韓國呢，了係其他嘅變化，因為頭擺4胎嘅親人都係同意一致同意樣做的。韓國經過醫學嘅倫理委員會嘅審查樣做的，所以了擺嘅變革係非常非常大嘅。另外呢，修法以後呢，病人只要嚟簽了種嘅安寧分服醫療意願書，是作為基切到臨終嘅時間呢，唔是嚟插管氣切，甚至進行 CPR 啦，都所謂嘅衛生醫療啦到人生路途最後嘅時節，再行到較安詳較有尊嚴啦毋過呢個觀念係咪做得普遍本台灣民眾嚟接受，對你民情上係咪有其他嘅衝擊同影響呢？想今日一邊嚟討論，馬上歡迎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嘅處長許明能許處長，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再來歡迎嘅係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秘書長杜英月杜秘書長，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再來賓嘅係羅東聖母醫院安寧分服照護中心的主任莊惠榮莊主任，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村民大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個來賓係推動修法嘅田秋瑾田立委，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聽我講到呢，台灣到79年嘅時間成立第一個安寧病房台灣變成係做第一個全球第18個有安寧病房嘅國家到底乜嘢人都安寧分服醫療呢？想你先看張圖俾我說明啦你講到安寧分服醫療，佢經過醫生來判定過呢個病人嘅病症已經冇辦法來醫好嘅個短期之內呢，可能是為了面臨臨終咁樣嘅情況所以臨終嘅時間就係先測我叫輸入嘅 CPR 呢部分個基本嘅藥物嘅係有治療本來有藥物啦，像用嘅緩解性嘅一種嘅音樂啦、藝術啦、按摩等等，還有支持性嘅宗教信仰啦等等所以講其實安寧分服醫療並唔係講無去照顧佢但是佢用嘅方式可能頭擺你講用插管用 CPR 用電擊等等等等較冇強壯啦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許處長，就是說這樣的安寧療護、安寧緩和醫療，那目前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修法了那在實際的醫療現場上面推動的怎麼樣？您的了解？是，我想安寧緩和醫療的部分，其實推動的也有將近快20年了。那在這段期間的部分，我們其實發現到一些末期的病人，也就是說已經到了末期，已經沒有什麼醫藥物可以幫他做相關的一些治療。但是事實上，他還是會難免也會有一些這因為疾病所產生的相關的一些痛苦啦，或者心靈上的這些壓力的部分。所以我們提供了所謂安寧緩和醫療的這樣的服務的部分，以目前在台灣目前推動的情形有3種的形態，一種就是在醫院裡面住院，那這叫做安寧病房。那民眾其實在末期的這樣的病人，經過臨床醫師的評估完了之後，他事實上可以轉住進到所謂的安寧病房裡面去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相關的一些服務的部分。那第二個部分大概就是說我不想住醫院，我想要回家。那回家的部分到底還有沒有安寧緩和醫療的服務？有，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居家式的這個安寧緩和醫療的服務，就派專科的這樣子的護理師親自到家裡面去幫你處理有關於安寧緩和醫療這樣的一個服務的部分。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當然很多民眾可以安心能夠回到家裡面，持續的在家裡待在家裡然後有一個很好的這樣的環境。
那最近我们又推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安宁共照。也就是说，我也不想住到安宁病房里面去，我只想住在一般的病房啊，我也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我是末期病人，但是我也想接受安宁缓和医疗这样的服务。那我可不可以在我的一般病房里面接受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现在提出一个叫做共同照护的概念，也就是一般病房的医护人员跟安宁缓和医疗的团队一起在一般的病房提供这样的服务。台湾因缘，它有3班傻哈，15班人高神哈，有3班傻高神的时间，全身参连贯的哈，就是来自这些生命末期这种积极治疗方式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庄慧荣庄主任，就是说，你们在实际的现场上面，就是说告诉这些病患的家属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不要电击，不要气切，不要插管，让病人可以比较安详的、有尊严离开。家属的接受程度。基本上，我们可能要先看一下这个病人他本身的状况是不是真的到他生命的末期，我们才会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建议。那这边所谓的末期的话，其实就是不管他是癌症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疾病，然后使他的生命值大概能够维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对，那因为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不管是病人或者是家属，他们其实都已经前段都已经经历过很长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只要我们在介入的同时，再好好的去做一个解说，那还有跟他们解释之后相关的照护方向的话，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的。唔過呢，像先睇了解乜個安寧吩咐醫療乜個那個什麼樣乜嘢，後呢，各位可以睇新聞樣片，實際了解了問題。強強嘅按摩，便宜嘅松樹松腳，透過精油按摩，你就會卡刺眼。婦齡人嘅大眼生意同便宜對話，就從國家嘅強用錢難難嘅。如果人做牌又好講法，也當然唔係一般偏方，係安寧偏方。昆茶米、泡茶、色茶，能為婦齡人嘅未打幫茶湯嘅分享，唔但強強嘅咩便宜同家屋企人之間嘅感情，未得到嚟安慰。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体验带到安宁病房来，让我们的病人也体验到那一种被捧在手心的感觉。第一次喝的时候，病人给我的回馈反而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没想到经由喝茶的过程，去帮病人做到生命回顾，而且病人会给我好大好大的回馈。有法有可用嘅空間，博愛嘅空中花園，還有佛堂、社交同也都實施。病房唔會本意冷謝謝嚟嘅感覺，未加以溫暖。仲嘅陽台愛100萬元嘅細聲腳機器，做地盤默契嘅便宜，暫時唔會吃到暗感苦，你未會卡刺眼的味。它看似簡單，可它裡面有一些泡澡的功能。其實洗澡跟擦澡的感受很不一樣，如果碰到水的時候是很舒服的，也可以讓肌肉很放鬆。推廣幾行人嘅安寧吩咐醫療照顧，其實係為為默契便宜做成心靈嘅全面照顧。不過，還係有一種人認為，入到安寧病房就係無謂治療咧，其實係唔錯嘅觀念。今日為什麼？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儀器呀、那認為急救就是孝順，當然很多家屬會後悔，為什麼急救回來不但沒有救回來，還讓老人家或者是亡者這個身心受到這個衝擊。就比神數統計，台灣當年健保司徒幕後醫療項，它擁有1600億元安多，各種民間團體同政府按同年來3萬推廣安寧吩咐醫療。治療沒有辦法，既然也治不好它，也沒有辦法讓它比較舒服。這個我們大概都叫做會把它定作無效藥。但是在臨床上，怎麼樣去定義？就像我講的，醫療進步，這些界限有時候會越來越難以去界定。民間團體認為無效醫療唔但搶便宜同艱苦，醫療資源未可能被大鬆脫。雖然安寧吩咐醫療條例已經修法300，不過還係有一道嘅眉目密節，還未講清楚。臨床上未會獨到問題，外界未會少有醫療糾紛。嗰所推廣安寧吩咐醫療一條路，未有限卡度嘅困難，等等會解決。台灣入面地都談到2隻聲音啦，一隻講到因為睇睇嘅概念觀念是急救是有效，一天老人家經常急救，可能做救助類嘛，韓國是講那種嘅
肌肉面呢，其实要对给他偏针给医疗啊，并无相太效果，但最后会带带规身的痛苦来离开了哈。然后两个我可思考的方向，我想请教一下杜医生，就是说，真的急救就是孝顺吗？当他全身插满管子，痛苦离开，这样的孝顺，你们在现场上所看到，是不是后面伴随很大的悔恨啊？那事实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如果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被 CPR， 就是被插管电击，被急救的话，他救回来的几率是有多高？其实上只有5%而已。那5%的这个病人救回来之后，他可以持续，就是让他多活几天呢？平均是2天。那在癌症末期的一个病人里面，这2天事实上是非常没有生活品质的。身上插满了管子，所以当他经历这一段之后，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不要急救，然后让他有一个尊严的善终。所以在经历过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很多没有经历过的病人，事实上是对于这样的抉择是非常困难的。不急救就是不孝，是，然后无情无义。是，我可以想象得到说，这种事情在我们一般的生活一定天天都在上演。那这个事实上，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3个层次来回答。第一个层次就是医师有没有尽力做说明。在一般的末期病人里面，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家庭会议，也就是说，我们家属做了一个决定。假如病人已经不能做决定的时候，这时候一定是由最近的亲属做一个决定。那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得到其他家属的支持？这个我们必须坐下来谈。那在一个安宁的场所里面，都会有一个家庭会议的一个房间。那我们坐下来，能够把它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如果急救只有5% 会回来，那只有延长2天的生命。请问身上插满了管子，身体浮肿，到最后还要被电击，请问这样的生活，如果换作是您想要吗？几乎所有的病人，几乎所有的家属都会跟我说，看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回到说，是不是社区的民众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社区宣导的一个问题。其实协会跟我们处长这边也非常支持，协会的一直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宣导。那第3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就已经做好决定的话，就不用家属来替他做决定。这样子就是一个 ACP 的概念，就是说我预立生前的一个遗嘱。万一我已经进展到末期不可治愈的时候，我就不要急救。这样子所有的子女通通不会有太多的意见，不会让压力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那我想这样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好，那我想请教田委员，就是说我们从2个层面来看，就是说医生当然他充分的告知，让病人也好，或让病人家属也好，很清楚知道说，在生命的末期，如果进行这种所谓比较积极的这种维生医疗，当然现在以结果论来看，有人讲它是无效医疗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医生的角色很重要，他清楚的告知，让民众能够很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也减缓了这个法在推行这个阻力？另外就是说，这次修法我们也很清楚加入说，当病人他意识很清楚的时候，他签下说我拒绝这种所谓的无效医疗，我要愿意接受安宁缓和的医疗的意愿书之后，那2个专科医师同意，然后当然他要注记到健保卡等等等等配套，这样都入法之后，是不是未来我们在这一块路上面，只要卫教做得好，它可以比较顺畅的走下去？我想这个对病人、对医生都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我们必须修法啊？因为还没有修法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老实讲，我们觉得是悲剧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修法之前哈，你要4代同堂啊，就是说你连祖父母哈，如果祖父母在的话，连祖父母都要去征求他的同意，父母、子女哈。这个当然就都不用谈了哈，妻子。那曾经有一个案例哈，就是说真是4代同堂全部都签了同意书，结果医生要执行的时候哈，突然出现了一个小3的孩子。那个小3的孩子他不同意，大概还有什么财产的问题，所以这个病人就活活的一直拖不啊，一直拖到后来就断气。那死的时候当然就非常的凄惨啊。那还有就是说，有的孩子住在国外，一直没有办法改婚，你要本人亲自签，不可以说你在国外签传真都不行，医生怕被告啊。那医生在怕被告的情况之下呢，他也没有办法按照他自己的专业。那我们修法之后呢，只要有1个子女同意，
那2个，对，然后最近亲属同意一个同意，然后呢，这个2个医生在专业上这个认定，那就可以了哈。那这个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你到底是在延长生命，还是在延长这个濒死期啊？那医生的专业，他如果判断说他已经开始一个逐渐迈向这个死亡的过程了。你怎么救他，就是救不回来。那所以很多这个医生也在立法院我们公听会上面不断的放那个各种照片给我们看哈，就是说这个还没有修法之前，医生被迫这个在家属没有办法谅解的情况之下去延长这个濒死期，变成什么？有肉就割，有洞就开，有管子就插，有机器就上，有药就给，否则怕被告啊。那结果吃苦的是病人啊，付钱的是健保，后悔的是家属。那老实讲，医生也很痛苦啊。那我们在立法院所看到的那个，真的状况非常的凄惨哈，被迫延长这个濒死期，根本这个病人就已经不成人形了啊，这是侧面啊。当然，这个都有经过家属的同意，我想家属一定非常的痛苦，才会同意说拍下这样子惨不忍睹的。希望往后的人不要再接受这样的痛苦。对，已经是扭曲不成人形，然后他们被迫在这个制度之下，眼睁睁看到他们的家人受苦啊。所以我们回归到以病人为主、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思考，不需要像过去一样4代的亲属都要一致同意哦。对，我今天必须给大家看这个并不是在折磨大家，而是说我相信我们就算修法过了，还是会有家属舍不得、不忍心，还是要延长。结果你看他的右脚都已经发黑，这个人已经某一部分的身体已经死亡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一张真的更残忍，他2只脚下肢全部都已经发黑了，包着尿布，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很多家属后来悔恨？我刚刚讲到是家属悔恨，然后这样子只是为了延长他2天的生命。不止，这个已经不止2天了，这个就是一直拖。那癌症可能是最后2天，但是这个已经是不止了，所以那个你看2只脚都发黑了。那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意识的话，那也就罢了。如果他有意识，他等于看着他的身体一寸一寸的死去，这个完全，我老实讲，我讲一句比较那个重的话，就是完全违逆天意。如果在这个古代这个以前早期，这个是老天爷早就要把他带走的人了哈。感谢田委员这么感性的分享，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微生医疗或者是这种无效医疗，在延长病人濒死的过程，那个残酷的仁慈的那个决定了哈。我来谈一下，一般嘅替先都能吩咐医疗嘅照顾嘅。这种职工也好，护理师也好，其实面对人情况的时间，其实有蛮相反哦。很多我们其他病房的医师对这一块的部分的不认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来这边就是放弃，或者是来这边就是一直打止痛药或者打吗啡，好像是在扼杀我们的病人。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医师他的观念是很保守、很不太能接受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目前很大的一个困境，因为在安宁病房里头的护理师他是劳心劳力的，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的工作要时常面对死亡，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这边病房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病人建立关系，要跟病人做很多的沟通。那其实很多护理人员觉得说他这样子太复杂了，所以他反而觉得在病房就是医师说什么他做什么，他这样反而简单。甚至有医生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如果有病人死亡在他们手上，他们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就尽一切力量插管什么电击，非要把它延长他的生命2分钟、5分钟、10分钟、2天，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这个做法对于病人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呢，要继续推广，那么继续宣导这个事情。可能在一般的病房，我的很多的病人都是身体康复了、健康了、回家了。可是，在我们病房真的比较不同的是，如果当这一群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太严重了，生病太严重，他最后的是因为死亡而离开的，那对我的工作人员来讲，会有相对的挫折，或者是
其实跟这个病人互动久了，那个关系上的建立很足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悲伤失落的情绪，所以工作人员在这一块承担很多。那这一块也往往是这一群有抱负的年轻人就是耗竭掉的一个原因。听完3位这个不同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意见之后，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许处长，就是说，其实卫教这部分啊，不管是对民众也好，对病患也好，甚至对医生也好，医护人员心理素质加强也好，其实这个部分好像应该马上来做哈，不然他们在现场遇到困难会非常非常多。我想这一块的部分也现在目前在推动上面的部分，从过去以往的这部分，其实不管在安宁医学会的部分或安宁护理学会，包括我们现在安宁学会的部分，都有在这个部分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宣传和教育的部分。那因为整个末期病人的这一块的部分，大家渐渐开始有体认了，所以预立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医院数的部分人数也逐渐在增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照护的这个部分，我们除了有设置相关的一个病房之外，那我们其实需要很多的一些人力做一些居家的部分，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注意有关于安宁这个缓和医疗共同照护的这个部分。那相关的专业人力的部分，其实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培训。你看那近年来哈，呼吸器的使用费哈，那目前1年大概都还到261亿到270亿左右哈，那种呼吸器的使用，其实就是用来所谓的大部分是用来所谓的无效医疗这部分了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其实这些所谓的维生医疗，也就是所谓无效医疗，它只是延长病患的濒死过程，但是很现实的，它也造成医疗资源的排挤，好，这是不可否认的。我想先请教一下杜医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排挤的效应？事实上，就一个医师的观点本身，大概比较不会去站在纯经济的考量去做一个医疗的一个抉择。那不过确实也是这样，毕竟资源是有限，那要能够让其他的病人能够用到足够的资源，事实上就必须要控制某一些浪费掉的资源，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地方。那刚刚田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在慢性病的一个病人，比如说8大肺癌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他们可能刚刚我提到的数据，比如说癌症末期的病人急救回来之后，可能只能存活2天。可是如果是一个8大肺癌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或是可能是一个出血性脑中风，这样的病人，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插了管之后，事实上是永无止境的折磨了哈。我刚刚田委员有提出来这些，插了管之后就无法拔管了，是无法拔管，在以前是无法拔管的。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已经修法通过，可以帮这样子的一个病人撤除他的呼吸器。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病人的一个折磨。那当然，在某一个层次来说，也是减少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那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让病人有尊严，活着是要有尊严的，就最后的善终才是最重要的。那请教一下庄主任，就说在人力的资源上面呢，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这种分配上面的状况，吃力困窘的状况发生？那相关于这个人力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 VCR 上面有看到过，其实就是安宁病房跟一般外围的病房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它有牵涉到比如说居家以及住院的病人，还有共照的病人。那其实应该这样说好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要从事一项工作，最需要的其中一点就是成就感。对，那在医疗的部分上，当然每个人是希望我高高兴兴，我把你这个病人治好了之后，高高兴兴的把你送回家。但是在安宁病房里面，我们的高高兴兴是来自于说，我们好好的让这个病人以及这个家属能够最后是有善终的。可是，它通常是一个含泪的故事，这样子。好，所以其实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人员，他必须要第一要有他一些特质，然后第二就是他必须要经过一些训练。所以他在人力上的确是会有一些困乏。那还有就是相对的，有时候即使接受过了训练之后，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在这一方面做这一个服务，的确有一些难处。那因为像我服务的医院是在于后山，那像我们后山从宜花东开始，其实我们这些安宁的人力上，相对的其实真的都比西部要来的短缺许多。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先生就讲说，1600亿的健保的费用是花在所谓的无效医疗上面。当然，这个画出来争议性很大，但是也很清楚的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就是花费在所谓这种微生医疗、无效医疗这样的费用，每年高达1600亿哦。刚才讲说，光是呼吸器一年就大概有270亿这么多。那委员，我们这一次的修法是不是更有效率的，或更重新的来思考怎样去把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资源做更好的分配跟管控？修法本身没有办法去牵涉到医疗资源的分配，但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希望国家的医疗资源用下去，如果换得的是病人的生命这个更好生命品质更好，那过得更有尊严，然后家属更快乐，那都没有问题。如果说国家的医疗资源花了那么多，结果换到的是悔恨，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悔恨，亲人走了以后，每次想起来都还是揪心的那种悔恨，那这个医疗资源投入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那时候我们在公听会上有一个学者就做了一个表，他说没有修法之前是4输，就是说病人输他是受尽折磨，家属输是无尽的悔恨，医疗人员也输，他们违背了伦理，违背了他们的尊严，就是不伤害病人那个尽责去照顾病人的那个原则，他们都违反了。然后国家当然输，就是说这个你讲过度医疗也好，无效医疗也好，那病人根本就是只是延长他的痛苦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大家可以更这个清醒，可以更这个以这个善终做一个目标的话，那病人可以赢，他可以平安尊严的善终哈。那家属也可以赢，他可以无憾无悔。那医疗人员也可以赢，他可以合乎伦理啊。那国家也可以赢，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那种小儿科医师，而且是整个小儿科医学会跟我们讲说，他们小儿科这个希望这个国家给他们什么医疗资源的时候，大部分很多都出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医疗资源不够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是觉得刚刚我们那个医生已经讲了说，医疗资源一般医生很少去想到医疗资源，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次，如果我们医疗资源只换来悔恨，那么这个医疗资源的价值，真的大家要一起共同来考虑。好，那我要请教许处长，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针对所谓这种微生医疗，就这一次修法所定义的微生医疗，以后就不健保给付了，要家属来自付，会不会有效的降低这种这个微生医疗这个花费部分，或者说更实质的来促进这样医疗的权益？我想这一块的部分，如同大家讲，这是两难啊。那我想健保的这个整个给付的这个过程中，都希望能够把病治好，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那但是在这次的修法，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是在刚刚诚如这个田委有提到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撤除微生医疗，就是撤除呼吸器，类似相关的一些微生医疗相关的措施的时候，需要这个所谓的世代同堂的这样子的一起到位，然后签同意书，还不止，还要再送到医院的一个所谓的伦理委员会去讨论说可不可以，才决定可不可以撤除他所谓的拔除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管子，或者撤除他的呼吸器。所以变成过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这些其实都是在耗用健保的资源。那我们现在修法之后，其实只要有个最近的新属的部分，其实就可以撤除。一撤除，其实相关的医疗的费用的部分支出就会大大的降低。像今日上班场的讨论，你先了解到，嘛，个人都安宁吩咐医疗哈，其他个方式睇啲用版型，一摆修法嘛，较进步的做法哈。像先看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等下来看到，係咪你嘅醫療嘅像硬體嘅資源做配合得到，係咪一種嘅其他配套措施，係咪已經要做準備嘅呢？像廣告以後馬上進入現場繼續討論。節目現場哈，今日咱討論下青年小個話題，是講安寧吩咐醫療哈，是講人生嘅路行到親密嘅時節，要把伊安詳又有尊嚴嘅離開哈。你下講到修法過後呢，以病人為主，用伊嘅中心思想、伊嘅精神變到法地背落去啦，是講咱擺你下嘅病人呢，講你要做一種很健康嘅時節啊，簽下種嘅吩咐醫療嘅醫言書，佢會註記在你的
健保 IC 卡伫要拄吼，坦白讲，到临终的时间，伊无想要接受按痛苦的吼，像插管、气切、心肺复苏、电击等的治疗的时间呢，医生并甚至也家属来尊重也经验医院啦吼，上了迄只亲好嘅只进步的方式，毋过关于迄做在大家家属呢，还继续讨论啦吼。台湾剃头的新闻样片看到，安宁病房的病房好像不像一般病床那样子冷冰冰的哈，这样很不一样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庄主任，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安宁缓和的这个病房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设施？那这些设施只有针对病人吗？还是说其实病人的家属还要活下来的人，他们需要得到的照顾是更多的？那其实安宁所强调的不是只有身体的照护，还有心理跟灵性的部分，我们都要兼顾到。那其实我们很重视的也不是只有病人本身，我们还有重视到这个家属。那同时就是其实安宁的团队有很多，不是只有医生和护士哈，它是一个团队，所以里面还有营养师啊、社工师，还有灵性关怀师等等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是希望说，在这个最后的过程里面，因为病人和家属如果都能够好好的走过。那其实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彼此之间心里的那种纠结是很重的。那有时候可能是病人已经放下，可是家属还没有放下的时候，病人会为了家属而一直撑下去。对，这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遗憾。那有的时候是家属如果愿意，好好的放下，然后跟病人说，我们说所谓的世道人生，也就是道谢、道爱、道歉。然后最后走到最后真的是道别的时候，好好的把这一些做完成的话，才能够有所谓的善终这样。那我觉得刚刚回应就是田委员刚刚说的哈，其实如果我们到最后看到我们的家人是身上有这么多的管路而离开的话，往往我们会遗留很多的是遗憾。但是我常跟就是我们的团队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家人往生了，一定会有难过，但是难过会过去。可是如果遗憾的话，它可能往往就会一直存在我们的心里。那当我们的家人最后是被这么多的管路，然后让我们送走的话，我们永远的那个心里的那个遗憾，可能是很难去平复的。而您吩咐医疗的过程当中，并唔係個人偏嚴送到去電視，唔係吼，其實還係有治療的部分。你要治療唔單止係身體嘅，還有心靈嘅、生理嘅哈，甚至係不卡家屬部分嘅治療。從迄向下來做的哈，不過都在目前台灣嘅有幾多間醫院，有幾多病床，喺做在提供安寧分服醫療的。來看一下這個醫療資源分布這部分哈。好，全國的安寧機構分布哈，這個看到的是桃竹苗啦、北基啊，這中彰投加全台灣，包括離島在內，一共有53間的這個醫院，甚至是醫療安寧病院所哈，有这个所谓的安宁病床。那安宁病床呢，53间，总共是712床。我举一个这个新北市这个卫生局长林雪荣林局长的话来讲，就是说新北市一年有2万人死亡，那90%是因为慢性病，但是整个新北市只有5个医院有96床的这个安宁病床，他说少得可怜呐哈，所以。新北市都少得可怜，全台湾只有712床，当然也是少得可怜了哈。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许处长，少得可怜怎么办？但是又不能不做，而且要马上来做，怎么做？是，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刚才讲说，在资源的这一块的部分，的确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些缺乏。但是从过往到现今的部分，已经到了53家的医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病床。我们未来在这一块的部分，还要推动到所谓的社区医院的部分。那社区医院大概不能设置所谓安宁病房，但是可以从共照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训练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医护人员，他可以从以这个安宁病房为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再出去到所谓的共照的这样的病房，就是社区的这些医院里面。就地的部分提供一些末期病人的相关的安宁的照护，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在健保的这个给付的配套措施之下，我们在医院数是50几家，但是事实上可以提供安宁病的这样的共照的服务的部分也逐渐在扩充当中。那这个计划事实上也是在去年前年开始推动共照这样的概念以后，就会如期的这样的扩展相关的一些服务，但是
刚才讲到那个人力的这一块的部分，其实是我们目前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未来也跟相关的学会的部分，对于这个训练的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就不规定说只有所谓安宁医学会可以办这样的训练，我们希望很多的这些医学会都可以共同办理类似这样的训练，来提升更多的一些临床的护理人员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照顾安宁的一个末期的病人。委员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在怎么样鼓励医院在成本跟人力的考量上面，他们愿意配合来推动安宁缓和医疗呢？我要跟大家讲啊，安宁缓和医疗为什么我们在立法院这个这么认真的在推动啊？因为全世界有一个安宁缓和医疗联盟，他们这个发表一个声明说，安宁缓和医疗是一种人权。所以它有一个国际的标准它这个目的，他就说非常的清楚，国家有法律的义务要给我们的人民有选择安宁缓和医疗的权利那减轻疼痛提高末期生命的品质，而且提供精神跟心理支持的目标。那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说，要确保病人都能够得到安宁缓和医疗的基本药物。然后呢，要给病人亲属适当的支持，还有一点很重要，要确保我们的医护工作者都能够接受到安宁缓和医疗跟疼痛控制的适当的训练。所以这个很像什么？很像以前我们大家庭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人要走的时候，是整个大家庭都这个集合过来照顾他、安慰他。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安宁缓和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过去大家庭过来一起承担。就我们很伤心，有时候我们自己都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他们来协助我们照顾这些已经快要走、正在受到病痛折磨的这些家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来预立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书那这个意愿书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呢？好，那个签署并同意加注于本人的 IC 健保卡之内。这个人只要年满20岁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可以选择接受安宁缓和医疗，于临终濒死或无生命征象时，愿意接受缓解性、支持性的医疗照护。譬如说缓解性的，譬如说就是给他一些什么精神宗教上的支持。那支持性可能比如说给他吗啡减轻他痛苦等等之类的还有不接受施行心肺复苏术，他必须是20岁以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之人。那如果病犯本身无法表达意愿时，由代理人代为签署，那需要2位见证人。那医疗人员不可以当作是见证人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是这次修法里面有一些更新的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在去年12月21号就已经修法3读通过了，今年元月份也公告了。但是新的可以配合这个修法这个意愿书呢，这表单一直迟迟还没有出来这表单还没有出来，造成医疗现场第一线工作人员什么样的困扰呢？先来听一段心底话，再请我们的处长做回应。临床的状况其实千百种了很难用一条法律去规定所有的事情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一些你无法预知的状况，比方说可能一个家属同意了，那其他的家属等到你撤除了以后，他又回来吵，那怎么办？那当然以目前的法律上来讲，我们是符合法律的精神，但是可能会增加一些临床的纠纷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在临床的工作上有更多的一些依据。这样，今年1月9号总统公布嘛，那表单一定要更新嘛。那表单更新的时候，我们医学会跟护理学会都已经拟好这样的底稿，供卫生署议政处来这个修法了不是来修改了我们已经很好，已经给他了。那现在我们期盼的就是政府的动作快一点，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依修法之后的这个表单比如说意愿书跟同意书跟这个代理人这一些，你能够让他们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很快的去依照表单，然后达成他们的愿望。我们台湾人就是我们国人的习惯，就是不敢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谈死亡，所以当你有病来临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医疗选择，
没有人去对话，在家人之间没有这一块对话。那假如我们有了这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对话上，从生活上，我可以告诉我的家人，我已经预立了我以后万一我生病了，我要做什么样的医疗，我自己做选择，也不用让家人去为难。需要在安宁做缓和医疗的时候，你还是硬是要急救的话，对病人也没有好处，然后这也是一个医疗资源。好，台湾有个副理事讲到哈，就是新的表单还没有出来。这个处长，为什么这个1月份公布到现在已经4月底了，经过快4个月，这表单还没有出来？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表单的这一块的部分，从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的抉择，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健保卡注记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比较单纯，但是新法修正了以后，未来的这个选择有4个。一个，你选择不选择这个所谓安宁缓和医疗；第二个，你选择不选择这个要拒绝急救；第三个，你选择不选择要撤除这个维生医疗的部分，就是你选不选择维生医疗；第4个就是选择健保注记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已经召开完会议的部分，那事实上已经准备签要公告，但在这1个礼拜或下礼拜就会签公告出来。那另外还有一块的部分就是叫做新的这个法律定定了以后，有一个叫做撤除维生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同意书的这个部分。那撤除的部分很可能是家属决定要撤除，那这个需要有一张同意书。那我们事实上也都做好了，那这大概在短期就可以完全公告，让各个医院可以依照这样的方式来做这部分的使用。好，等于说委员这处长说，可能近期之内就会公告了哈。那您怎样来看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表单，现在选项变多了哈，而且要怎么样注记到我们的健保 IC 卡里面？就是说这个部分，您怎么样来看？说接下来的还是不是需要继续的修法的配套，是不是要持续的制定下去、工作下去？我刚刚有私下请教我们这个圣母医院的庄主任他说他们现在还是用旧的表单，那目前还没有发生什么纠纷。不过我是觉得我们的母法已经通过了，我们新的表单赶快给大家。那我也记得当时我们还通过一个这个附带决议，就是说这些意愿书医院书应该放在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些醒目的柜台，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民众可以容易取得那他当场填，当场交给医院，那医院就会帮他转到这个健保局，然后就会注记在那个健保卡上面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做法，那这个都应该要赶快做。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这个当时质询的时候也谈到了做广告。我母亲那一天突然跟我讲说，秋瑾，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如果卫生署愿意要我出来做广告，告诉大家不要随便给家人气切，我愿意站出来我真的觉得我母亲很勇敢。但是我不是说卫生署做广告一定要找我母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很多这些过来人，那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说，你如果没有选择安宁缓和，你跟你的家人会接下来经历什么？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你选择之后你要面对的事情那这个还有一点，我曾经在质询的时候说，医生也应该，我父亲这个遭遇就是说，医生一直劝我母亲跟我们气切。然后我是觉得医生应该也给这些面临选择的家属放一段大概5分钟、10分钟的影片给大家看，说最后如果你的家人全身插满管子，然后要走不能走，然后你要自己要去面对，还是要面对最后最困难要不要拔管的那样的一个挣扎跟痛苦，那你要不要？这些东西应该让大家如实的让大家知道。那我想请教一下杜医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修法已经是以病人为中心啦，就是说病人他本身有这样的意愿，很清楚表明之后，他就可以拒绝接受这些什么气切啦、插管、CPR 之类这些急救。那但是同时也提到，但是说要一个最近亲属的这个同意，还有2个专科医师的这个判定说他的确是到了生命的末期这个病程已经接近死亡的过程了。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专科医生他害怕去做这样的一件认定因为对医生来讲，救人是天职嘛，我这样去认定说这病人已经救不回来了，对医生来讲会不会有一个困难点？那这个盲点怎么办？怎么去解决？您是医生嘛，您告诉我们。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安宁病房一个病人是以论件计酬的。论件计酬，也就是说呢，他一天在病房里面所收到的一个医疗总费用就是4930块。不论你做了哪些医疗方式或是处置，甚至药物，甚至其他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部分，他一天的给付就是4930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事实上在很多大医院的营运上面是对他们来说是会有困难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医院不愿意花时间跟精力去成立这样的一个病房。可是相对对民众来讲，这笔花费如果再加上健保给付的话，事实上并不是说要很贵、很有钱的人才住得起所谓的安宁病房。事实上，病人是不用花1毛钱的。4930是健保给付的一部分，他们可能只有一些健保的小小的差额叫给付而已。当然，比如说你要住2人床或者说单人床，那个没有错，这个跟健保其他一样给付是照着那样走就对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以提高给付的部分，然后限制医院给医师的一个，甚至我觉得护理师更重要，因为护理师他们在病房的时间更多。那提高这些人愿意进来的话，那继续教育就会做得更好。因为如果你有进来做，他才会愿意去上这样的课程。那刚刚许处长也提到说，是不是让这样的课程不要只有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学会啊，才能够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继续教育。事实上，我觉得广开大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可是要经过一个非常审慎的一个认定，我觉得这很重要，让大家都能够学习到安宁疗护之后，把这个种子撒出去，以后每一个病房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照护能力，这样子才是真正保护病人最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最后想请教我们的许处长，就是说，其实刚刚委员也讲到说，母法已经修好，其实很多配套是在卫生署这边。那执法的部分，卫生署这边，会怎么样来加速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这个推动？那在卫生署这部分努力会怎么样？我想第一个部分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医院书的部分，大概在下礼拜就会公告。第二个部分有关于这个人员的训练这一块的部分，除了健保的给付能够再做一个考量，提高更大的诱因的部分，让更多人参与这个部分的工作，然后我们来办理相关的训练。那个训练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会扩大来办理。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宣导，就预立这所谓的医院书的这一块的部分，过去宣导这样，的确这个在就10几万人的部分，我们事实上也在今年也定为各22个县市卫生局的一个目标，如何去辅导各个医院如何主动提供给来就医的这些民众或家属，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列为这个绩效指标，列为绩效指标，要让他们去辅导各个医院，能够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过程中，主动提供给民众相关的一些意愿书的表单，让他们去填写，甚至帮他们做寄送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做。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教育训练的这个部分，也逐渐的让整个这个安宁缓和医院的这样的意识的部分，可以在台湾的每一个角度都能够生根。好，那请教一下杜秘书长，就是说台湾安宁照顾协会在未来会怎么样就你们协会所能提供的部分，让民众能够更清楚知道安宁缓和医疗的对病人安详尊严走完最后一段路的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事实上在承蒙医师处的一个支持协会其实大概以过去每5年，大概每一年几乎都会有300场跟协会相关的一个宣导，那会有100场是由协会本身去主办的一个宣导活动，让民众的一个参与率跟他们了解的一个机会事实上越来越高。做了一个美丽人生计划，那为什么叫美丽人生计划呢？我们希望人生开始是美好的，在结束的时候也是美好的，而不是满目疮痍，在那个躺在加护病房里面遭受这样子的无情的折磨。所以呢，这个美丽人生计划就是我们开始召集种子教师，然后每年培训60个种子教师，这个60个种子教师深入社区的每一个点，尤其是公家机关。刚刚许处长也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事实上桃园县卫生局第一个率先跟我们配合，刘一莲刘局长非常支持，他也一直都跟我们有密切的配合，所以让我们的推动的情况可以深入各个公家机关，包含消防局、警察局，甚至公务人员的机关，
好，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让这样子的一个种子教师能够慢慢深入进去，一个带2个，2个带4个，4个带8个，这样子的方式，不断的把这样的种子撒下去。我相信在未来5年到10年，我想应该全民都应该能够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安宁疗护的一个概念，也知道最新的修法的一个过程，让他们确保自己自身最相关的善终的一个权益。好，我想先请这个田委员来做总结，最后让我们第一线这个庄主任最后来发言。我这边有一封信哈，是一个家属写给一位在推动安宁缓和医疗的这个教授的信。他说，我母亲现在住在一个很大的医院加护病房，插着呼吸器，心跳53，血压72、34，昏迷指数3，眼睛睁开后没办法闭上，需要盖着纱布，急性肾衰竭导致排尿困难，全身水肿，皮肤变得很差，容易破皮。大脑皮质已经没有功能，胃出血，吸收差，肛门不时渗出粪便。我看他受苦，于心不忍。但是在我们修法之前，他还是没有办法让他母亲顺利的拔管。我们现在修了法之后，我相信他的母亲的顺利拔管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还有很多这个子女或者是家人，他们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让他们的家人接受气切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的法已经修了，我们的医疗界、我们的卫生署要赶快，那让我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善终是一个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学习的。那我们已经修了母法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医师也要好好的来告诉我们的病人，真的是气切不是表示孝心唯一的办法，拜托大家。好，那最后庄主任，您是第一线的护理工作人员，您对民众也好，或对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好，有什么样的呼吁吗？好，那其实我觉得安宁的一个概念，绝对不是只有在安宁病房里面，它应该是要普及到医院的各个角落，甚至是社区里。那我觉得就是刚刚大家所讨论的这一些啊，其实我们要的不是只有双赢，是多赢。那我觉得说，其实不是只有在病人家属能够接受安宁的理念，我觉得在医护人员的部分也很重要。有时候有很多医生他可能不是在于病人不能接受，而是医师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块。那最后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呼应，就是英国的那个安宁之母，就是 Cicely Saunders 医师，他说，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你，那我们会陪你，我们会帮你走到最后，帮你活到最后，但我们也会陪你走到最后。对，我觉得这就是安宁的精神，我们会帮你。只要是你愿意，我们一定会帮你到你生命的最终，但是我们也会陪你走到最后，那让这一切是能够从圆满的生命，然后到圆满的结束。好，谢谢我们的庄主任。其实头摆所谓的安宁病房，其主要是针对癌症末期阵个扮演书面的病人要提供啦。不过你哈健保已经开放给付的，有除了癌症末期以外，还有渐冻人啊、老年失智、心脏衰竭，或者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还有大脑病变，像中风等等，好像严重的肺纤维化、慢性的肝病、肝硬化，还有肾衰竭等等哈。所以，你哈健保给付安宁吩咐医疗的项目也变多的，项目也变大，甚至是吩咐医疗家庭的止损费哈，你也有做健保的医疗给付啦哈。像你迄提供民众的一熟悉，咱讲，既然假使迄签下所谓的汉拜愿意接受所谓的安宁吩咐医疗的意愿书呢，唔系讲签了书以后，汉拜有凭证说医院是无救啦，唔系，还系按照一般正常的长期的照顾。伊听迄电脑讲，有2个专科医生，因听讲也生命已经都末期的，凭证都末期的，让可能的开始使用到头摆所签嘅愿意接受所谓安宁吩咐医疗意愿书，底摆所加一条权益，一条出示啦哈，所以像你都。自信呢，有必要透过那种的村民太平的平台，提供本天司机特些观众朋友来了解。因讲用百人，青岛的老人家讲啦哈，用百人护士吼，迄最好的福气啦，是讲，做行路亲有尊严，很想要离开咱人世间，唔好受到安多的痛苦拖累那个家人之恩哈，像你迄大家追求一下所谓护士好走的一个方式啊，来台湾我们来宾一直讲到所谓的善终哈，所以。
安宁吩咐医疗呢，其迄改善病人嘅生活品质，唔免延长嘅寿命，每一项都有尊严嘅离开最后嘅一段路。向今日嘅村民大会提供一下感染嘅一健身嘅机会，也请持续收听村民大会，希望大家支持再会，谢谢。